蜗牛，你看这两只头一起前进呢。左边那一只本来是从它的背部上爬过去的，刚刚有交合，它吐出白色的呢，哦，两只都有白色的，它结合在一起。哦，蜗牛很喜欢吃地瓜叶呢，种了地瓜没有？用绿色网袋把它隔离的话，叶子很快就被吃光光了。还有的幼苗从中间呢要咬断了，我在猜会不会是蜗牛，也可能是那个壁虎嘞，因为有看到壁虎在跑。你看蜗牛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爬，慢慢的爬。